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歡迎收聽移英將士地下 podcast，空即是色。我係色仔，每星期同大家圍爐插下英國嘅各種荒謬。早晨啦，我把聲真係色色地啊，我真係色仔啦。我把聲今日就係咁噶啦，呢一集就係咁噶啦。點解會搞成咁呢？係因為尋晚實在太開心啦！尋晚同2個鐘同飲酒，跟住冇到好醉嘅，即係冇發酒癲嘅，但係太開心啦，傾得放聲笑放聲講。我今日把聲就係咁樣，我已經拍咗一條京都念慈庵噶啦，咁但係我都仲係咁，好唔想拍嗰啲戰略物資嚟嘅，即係英國好難揾，所以係香港帶翻嚟，珍惜住食。OK，咁呢個已經係第一個閒話家常啦。係我決定唔叫日常分享啦，因為太抄襲呢個講下唔記得，我決定叫做閒話家常。咁樣其實今日最主要一個閒話家常咧，就係關於呢個 Sutton 嘅遊記啊。我唔知聽緊嘅人有冇人住 Sutton 啊？Sutton 咧就喺倫敦西南部 Zone 5嘅地方嘅，咁啊被譽為呢個小香港啊。咁點解我會去嗰度咧？無啦啦係因為我份 part time 嘅性質咧，就係要周圍走嘅。OK，我會喺倫敦唔同嘅地方出沒嘅嗰份工。咁今次嗰個 job 咧就喺 Sutton 嗰度做啦。咁我去到就諗啊，Sutton 有咩搞咧？因為我一大早去，我就7點幾起身咁樣搭個幾鐘車入去 Sutton。咁啊做完嘢咧，其實都係講緊11點零嘅啫。然後我就醒起 Sutton 有個地方叫小良野啊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？小良野咧對我嚟講係都市傳說級數嚟嘅。我記得我啱啱嚟冇耐係聽黃俊賢定唔知邊個訪問佢哋啊。作為一個新界仔，我係唔知原來香港嘅港島咧以前有間好出名嘅叫小良野嘅。咁啊叫得小良野咧，咁啊梗係食啲馬拉嘢啊咁樣。咁以前喺香港開鋪已經好出名啦，然後佢哋就舉家移民過咗嚟英國，咁啊 Sutton 開鋪，跟住我就覺得一定要試。我有 friend 試過都話好好食。咁所以我就覺得一場去到 Sutton 咁 Q 遠，我仲要去嗰程係俾 peak 錢咧，係講緊成8磅啦。跟住我就好啦，一定要去食。而對於我嚟講咧，一啲餐廳你要知佢係咪一定好食咧，係可以有張 bingo 紙咁滯噶啦。一啲餐廳佢中嘅呢幾個 criteria 咧，即係通常呢啲 criteria 都係唔好嘅 criteria 啦，就代表佢嘅嘢食好食嘅。OK，以下嘅內容聽落好似喺度屌緊小良嘢咁，但係絕對唔係，我係用呢啲嘢嚟讚佢好好食，因為真係好好食。首先咧，一間好食嘅餐廳嘅 bingo， 麻煩 bingo， 第一 cash only， 我冇辦法相信竟然喺倫敦仲會有餐廳係 cash only 嘅，唔係小店，唔係嗰啲咩 store，係真係可以坐入去食嘢嘅鋪頭，竟然係 cash only， 我勁驚，我全身得20磅 cash， 跟住我見到前面嗰啲人即係排緊隊嘅時候，見到前面啲人呢一個個都係喺度俾 cash， 冇人俾卡嘅，撲街係咪真係淨係收 cash 咧？結果真係。第二個一定好食嘅 bingo 就係排隊排到黐撚線。我嗰日好彩喺 Wetherspoon 對咗個4磅幾嘅嗰啲咩垃圾早餐，如果唔係我應該排隊嘅時候體力透支暈撚咗，死喺Sutton嘅啦。應該就我當日去排隊係12點。OK，啱啱講過啦，11點零做完嘢啦，咁要行過去。小良野咧，朝早11點半開，我12點正到，我1點幾先入座，我排撚咗成個幾鐘。而嗰日係星期一嚟嘅，It was a fucking Monday。我仲行過嘅時候心諗，星期一應該唔使排隊啦。我聽過呢間嘢係要排隊排到好黐線嘅，但係 It's a Monday，who will be there？ 然後我排撚咗1個鐘，我當中係諗過放棄噶啦。我係真係好想放棄嘅，因為你會見到佢樓面唔夠人啦，which is 係我下個 point 嚟。跟住你見到有張台已經空咗15分鐘喺度，但係忙到唔得閒執啦。然之後心諗，其實我稍微行去 Sutton 嘅 High Street 都有 Wendy 食喎，不如我食 Wendy 啦。跟住但係嗰個唔理性嘅沉沒成本又開始出嚟，但係你已經排咗半個鐘咯。然之後有其他 factors 咧，我覺得我都人生有幾可入嚟 Sutton 啦咁樣。於是我就堅持，而我呢個堅持係啱嘅。
before 點解呢個堅持係啱之前，我仲要講埋其他有性格嘅地方。一間有性格嘅餐廳咧，係淨係會午市晚市淨係做一樣嘅，佢唔會做晒兩樣嘢。小涼嘢佢淨係做午市，佢11點半開，但係佢3點閂嘅啦。即係我 Google Map 見到佢3點閂嘅時候，諗住 OK 應該5點 reopen，right？ 冇嘅，sorry， 3點就閂嘅啦。即係佢淨係每日開門嘅時間啦，係得3個半鐘嘅。當然啦，佢前期要準備，後期又要搞好多嘢啦。咁所以佢翻工嘅時間係唔止3個半嘅。但係佢對外開放嘅時間咧係得3個半鐘嘅。仲要係跨撚張到咧，我1點正入去食啦。咁食下都唔係食下，我都未開始食，我叫完嘢等緊佢送餐。我諗1點45咁樣啦。跟住個老闆娘已經係出去同人講：你哋唔使排啦，今日啲嘢賣晒㗎啦，冇剩㗎啦，外賣都冇㗎啦。跟住有啲人好固執啦，佢話咁我轉外賣得唔得？跟住老闆話唔係啊，冇晒啊啲嘢，係冇晒啊，啲料冇晒，你轉外賣都冇用㗎。最後一個有性格嘅地方就係啱啱講過，就係佢唔擴張啦，即係佢生意好到咁啦。但係一間有質素嘅鋪頭就係知道自己擴張之後維持質素好難，所以唔擴張啦。佢個樓面係細到得，我數下先啊，1、2、3、4、5張台，跟住出面可能有2張台擺喺出面啦，好 Q 細嘅。我仲啱啱講有5張台啦，有3張都係坐得2個人嘅啫，細台嚟嘅。但係咁細咧，都係得一個樓面同一個人廚房嘅啫。換言之咧，啲嘢係好慢嘅。我又好似屌緊咁，但係唔係，我係欣賞緊。有呢啲嘢就代表佢好食，即係有呢啲咁嘅嘢，佢都仲係咁多人排隊嘅時候，一定好食。所以我期待值係打到超高嘅。咁我食咗啲咩咧？我嘅一貫慣常做法咧，就係如果去一間 so-called 名店或者我慕名而去呢間鋪頭咧，一定係一鳩叫佢 signature 嗰樣嘢，即係佢餐牌有咩手指公啊，或者個 item 名有招牌2個字，我一鳩叫落去就係噶啦。咁我叫嗰個咧就應該係良野招牌海蝦辣沙，應該係啦，係呢幾個字，但係未必係呢個 combination。OK， 良野招牌海蝦辣沙，唔大碗嘅，你就咁睇，但係佢一鳩塞爆嘅個碗係塞到好撚爆嘅，有3隻蝦啦，大隻嘅好食嘅。個 size 我諗係真係僅次於虎蝦，即係佢未到虎蝦咁大隻，但係佢都已經好大隻，肉質做得好啦，係鮮嘅。唯一嘅唔好處嗱，呢個唯一唔好處係真係閪客嘅一個意見就係我係唔中意剝殼嘅，但係 come on who likes to 剝殼，but like just keep it that way，唔好覺得我喺度屌緊，我純粹係揾唔到嘢屌，所以就求其有蝦殼嗰啲，跟住有豆泡魚蛋啦，呢啲基本嘢啦。咁但係你話豆泡好唔好食，其實最後都係睇個湯嘅啫。豆泡呢啲綠葉角色，個辣沙湯係真係好出色嘅，我差唔多係飲晒個湯噶啦。佢3隻味嘅，首先有辣沙嗰啲香料味啊，即係咩香茅啊、薑啊、少少辣味啊嗰啲啊，做得香厚啦。跟住個椰奶味係好 rich 嘅，好厚嘅，係好明顯食到個奶味，而係正嘅。呢件事對我嚟講，辣沙就係要有呢樣嘢，同埋係有海鮮味嘅個湯，所以個湯係真係好有心機嘅，係一定要慕名而去食嘅呢件事。而呢碗嘢係14磅嘅啫，屌你！我尋日喺 Hoban 食拉麵啊，仆佢個街，普通料都16磅未加1， 14磅唔使加1有碗辣沙，所以住喺 Sutton 其實真係好幸福。然後佢個麵底咧，哇！呢個真係要講。我一開始咧食個麵嘅時候，OK 油麵，OK that's cool，因為我唔知係咩麵嚟，我唔知會唔會係米線定咩，我唔知。其實我係對馬拉食物嘅認識冇咁多，我唔知道最正宗嘅辣沙係應該配乜嘢。我淨記得我喺香港屋企樓下嗰間茶餐廳嘅成日有辣沙米線，我就唔知道辣沙應該配乜嘢。跟住見到屋企油麵，跟住繼續食啦，再撩多2下，仆街有米粉，然之後我就知道仆街啊，係侵侵啊！我唔知大家叫侵侵定參參定唔知咩，總之剔手邊加參加個參，啲侵侵粉。跟住我係真係爭少少有眼汁飆出嚟啊！即係首先好食啦，一個侵侵就係2溝麵，屋企油麵配米粉咁樣啦。我係幾乎有眼汁，即係首先前面好撚好食啦，即係飲嗰啲湯啊乜柒，食啲蝦已經少少個味覺高潮咗噶啦，但係都冇令人動容喊咁滯，因為始終我喺香港對於辣沙嘅嗰個執着啊或者嗰個 connection 冇咁大啊。但係直到我撩到啲侵侵再食落口嘅
嘅時候，我真係爭啲喊，好撚 traumatic 個人真係。佢喚醒咗我死去嘅記憶啊，係侵侵啊！我係真係唔記得我喺香港係食乜嘢辣沙，直到我見到嗰啲侵侵。我死去嘅記憶就係、我唔知有冇沙田嘅朋友，可能有啲中同聽嘅你會知道，沙田新城市廣場7樓，七樓就係一個充滿餐廳嘅地方，基本上接近間間都係餐廳啊，除咗有間咩 CD Warehouse 好似都係7樓之外。跟住你上7樓嘅時候咧，個 escalator 一上到去，以前有間嘢叫 Mimilla，就係 exactly 對住 escalator 口。當時即係講緊4-5年前、4-5-6年前，佢哋係有做學生優惠嘅 lunch 嘅 student 嘅學生優惠，係講緊啲48蚊咁樣，定係50頭咁樣，就有一碗侵侵粉，再加有個 soft drink 嘅。我人生印象中第一次食侵侵粉就係喺嗰度。同埋我係成日去嗰度食嘅，因為間中學係都少少近新城市咁樣啦。但係呢間已經執咗好耐，所以我話咩啊？我對喇沙冇乜印象啊，冇乜執着啊。其實係我唔記得咗 Mimilla 咯。然之後我突然間死去嘅記憶，俾呢個小良嘢侵侵粉喚起。咁當然小良嘢係好食過 Mimilla 幾百倍啦。咁嗰啲 student deal 其實普通料嚟嘅 Mimilla。但小良嘢好好食啦，跟住我係oh shit，跟住就開始懷緬過去上肚追。最後一則閒話家常咧，就係關於呢個 podcast 嘅。如果有稍為留意下視覺上嘅分別，就係我轉咗個 logo 啦，即係執咗少少啦，執咗好耐嘅，好戇鳩啊呢件事，因為唔係手畫噶嘛，你睇得出係執咗好耐，因為我係唔識搞呢啲嘢嘅。然之後執完之後，發現佢係好似 spam 嘅，即係個午餐肉嗰個藍色底，佢黃色字條罐，而家係好似 spam 嘅。咁啊，用住先啦，我之後睇下再點樣改啊。然之後咧，幾日前啦，我突然間收到好大段 message 啊，就係我一位朋友，好耐冇聯絡嘅一位朋友啦。咁佢就俾咗好多 feedback，我好感恩。我覺得我嘅人緣就係用喺呢啲地方，即係你問我人緣好唔好，我又好似唔係好多朋友嗰啲人啦，但係總係會得到一啲我唔值得嘅 feedback 嘅。我覺得我人生嗰啲意見啊、feedback 啊，甚至忠告啊，我係得到好多嘅。富有呢個21年嘅人生，咁佢俾好多意見啦，關於節目嘅時長啊、時長啊、內容啊咁樣。咁啊，我唔同大家講，我悄悄地實施，睇下大家留唔留意到啦。好啦，翻到嚟啦，記得 follow 翻我 IG home 底線 is 底線 sick 啦，訂閱翻我 YouTube 啦 ，share 俾你嘅朋友睇，你嘅品味有幾差啦。哇，把聲真係好啦大鑊，但我真係太想錄啦，太想玩啦，好多嘢想講啊。咁咧今日嘅主題咧就係4年容易有 World Cup 啊。其實遲咗做啦呢集，即係 World Cup 已經開始咗啦，第一輪打晒，第二輪開始埋噶啦。我而家先錄咧，其實真係遲晒。咁首先講少少 World Cup 101先啦，即係我唔 assume 所有嘅聽眾都係有跟開足球嘅。World Cup 101介紹一下先啦，咁啊世界盃咧就係逢4年有一屆嘅，而世界盃係一個國家隊嘅賽事嘅，即係你識嗰啲咩曼聯啊、皇馬啊、巴塞啊、利物浦啊、阿仙奴啊，係唔會踢世界盃嘅，因為佢哋唔係國家隊，佢哋係球會嚟嘅。咁但係你話嚇，咁但係咁美斯有冇得踢？美斯唔係巴塞嘅咩？咁樣咁首先美斯已經唔係巴塞啦。第二美斯有得踢嘅，因為球會同國家隊有兩個 concept 嚟嘅。一個球員即係正常情況下啦，佢會同時踢球會同埋踢國家隊嘅。世界盃今屆有48隊，以往係32隊嘅。咁啊，今屆世界盃係好多改革嘅，包括係個規模啦，包括係個打法啦。因為規模大咗，個打法就會唔同咗噶啦。即係嗰個淘汰賽會多咗一輪咁樣，然後世界盃今年賣波飛嘅方法又唔同咗啦。咁但係呢啲全部都係因為佢哋想 expand 足球呢個運動啦。你聽明仔啦，我冇咁聰明，我解釋唔到呢啲嘢俾你聽。你可以睇明仔關於世界盃嗰條片。咁基本上每一個州咧都有個配額嘅。咁所以你話呢48隊係咪全球最勁嗰48隊咧？唔完全係嘅，即係好多歐洲隊係入唔到嘅，但係歐洲係足球嘅最強嘅一個 continent 嚟嘅。歐洲同南美
咁但係你會見到好多亞洲隊啦，好多非洲隊啊，咁點解佢哋都入到咧？就因為有配額嘅。咁呢件事都係非常之啱啦，因為世界盃係應該世界每一個角落都要有球隊參加咁樣。咁啊，英國嘅手足咧係可以免費睇世界盃嘅直播嘅。咁啊，就喺 BBC 同埋 ITV 啦。咁唔同場次會喺唔同電視台嘅。咁啊，作為一個未攞到永居嘅人啦，我都有權有權咧係避免誤墮法網，提醒翻大家啦。如果係睇直播嘅話咧，就記得咧係買翻個 TV license 啊。咁啊，但係關於 TV license 嘅嘢咧，大家可以聽翻第4集 TV license 個 lie 啊。咁啊，今屆世界盃嘅大熱啦，根據啲博彩公司嘅賠率啦，就係由西班牙啦、法國呢兩隊係最大熱。咁啊，接住有英格蘭啊、巴西啊、葡萄牙、阿根廷。咁呢幾隊其實都係傳統勁旅嚟㗎啦。咁但係今屆就係賠率上嘅大熱，西班牙、法國。作為一個移英 podcast 啊，我收到其中一個 feedback 就係你叫自己移英 Gen Z 嘅 podcast，好少 Gen Z 部分。呢個我會反省。但係移英呢個部分咧，我覺得我 keep 住有 highlight，我今日都要 highlight。咁我哋始終都係想講翻英國嘅，即係世界盃入面，英國究竟係佔咗個咩嘅席位咧？英國今年啊、今屆啊，又會打成點咧？咁首先又係世界盃101嘅時間，點解啱啱講大熱嘅時候講英格蘭咧？係因為英國咧喺世界盃係有4隊嘅。OK，唔同奧運，即係2024，大家喺度為 Team GB 打氣嘅時候係一隊嘅啫嘛。咁但係世界盃啦，或者應該話足球啦，英國係有4隊嘅。好啦，Live in UK Test 嘅溫習時間嚟啦。好，United Kingdom 總共有邊4個構成國？好，恭喜你答啱嘅，因為我唔相信有人答錯，所以我直接講答啱，係英格蘭啦、蘇格蘭啦、威爾斯啦同埋北愛爾蘭嘅。咁但係世界盃咧就唔係4隊都有晒嘅。今屆世界盃咧淨係得英格蘭同蘇格蘭，而蘇格蘭係已經好多屆冇入過世界盃噶啦，好似20年 something like that。咁所以蘇格蘭成日俾人笑係英國 B 隊咁樣，咁我都覺得蘇格蘭唔係太值得講嘅，所以今日就 focus 喺英格蘭。英格蘭咧啱啱講過，睇賠率嘅排名咧，絕對係今屆 top 5，48隊入面嘅 top 5。中場我覺得真係 top 3嚟嘅，即係呢個冇賠率嘅認證啦。但係比寧咸、懷斯同安達臣，除咗葡萄牙同西班牙之外，我數唔到有邊隊嘅中場都有呢個嘅程度啊。咁啊，前鋒我哋有世一中鋒哈利簡尼啦，踢一屆少一屆噶啦，我懷疑下屆佢都未必有份踢添，好難講。咁啊，後防就麻麻地咁樣啦。咁如果係選擇咗今屆支持英格蘭，或者至少會睇英格蘭嘅朋友咧，關於英格蘭喺世界盃或者國際賽咧，呢樣嘢要特別留意嘅就係12碼，又要 World Cup 101啦。當兩隊球隊喺淘汰賽嘅階段咧，打到90分鐘都係平手，咁佢哋會加時踢多半個鐘嘅。踢完嗰半個鐘都係和波咧，咁就會互射12碼嘅。而呢個互射12碼嘅環節咧，英格蘭係一個魔咒嘅。我特登翻查翻個資料，英格蘭被12碼，即係呢個互射12碼淘汰嘅屆次咧，分別有1990年世界盃啦、1996年歐國盃啦、1998年世界盃啦、2004年歐國盃啦、2006年世界盃啦、2012年歐國盃啦，同埋2020年嘅歐國盃嘅。而2020年嘅歐國盃咧，其實仲歷歷在目，佢哋係決賽啊，打到入決賽打意大利，最後輸12碼。咁所以翻查翻歷史咧，英格蘭國家隊近10次嘅互射12碼咧，淨係贏咗3次，輸咗7次。咁所以 kind of 係破咗個魔咒嘅，即係有3次贏咗嘛，都係好近期嘅。咁但係咧，佢呢啲贏12碼咧，都係贏唔到任何杯翻嚟，咁所以個魔就 kind of 仲喺度嘅。好啊，咁你決定咗支持英格蘭咯，好似我咁，今屆好啦，支持下英格蘭啦咁樣。我今屆本身啊，即係幾個月前啊，我都覺得好啦，我係支持英格蘭。即係我知道，如果有聽過我講葡萄牙嗰集，我好似講過話葡萄牙啲嘢食好食到我支持葡萄牙。但 anyway，我覺得我最支持嘅都係英格蘭。雖然我 sort of 係偏 neutral 啦，但係你揀要揀一隊，好啦，英倫啦，都住咗喺度3年啦。但個問題係咧，除咗我之外咧，好多人都係提唔起勁支持英格蘭嘅今屆。咁點解咧？2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係稻草，第二個原因
就係杜曹嘅人選。咁你先講杜曹先啦。咁杜曹咧就係一個足球教練啦。咁佢就係今年英格蘭國家隊嘅領隊啊。咁啊，上年咧正式宣布佢會接任嘅。咁所以佢都幾新嘅，係佢接任之後嘅第一個大型國際賽事啦。其實宣布嘅時候咧係非常之大爭議嘅，即係有啲人覺得啊好啊，呢個好教練，但係有啲人覺得佢係德國人喎咁樣。先講好嗰一面先，杜曹嘅 announcement 咧係 It's like a breath of fresh air，因為英格蘭國家隊已經成10年都係一個叫修夫基嘅人帶，而修夫基呢個人咧係好撚悶嘅。佢踢出嚟嘅足球，即係唔係佢踢，佢教出嚟嘅足球係好悶嘅。佢非常之保守啊，然之後喺後場喺度猜傳啊，係睇到歐國杯係想嘔嘅對丹麥嗰場嚇。咁所以宣布杜曹嘅時候，好多人都好中意，因為佢有一個幾勁嘅 CV 嘅。佢教過嘅球會包括 PSG 啦，即係法國嘅班霸啦，拜仁慕尼黑啦，德國嘅班霸啦，同埋喺倫敦嘅車路士嘅。咁車路士呢段我係更加覺得值得講，因為佢教 PSG 教拜仁 OK，你攞聯賽冠軍係好平常嘅事嚟，嗰啲班霸嚟嘅。但係佢教車路士咧，可以算係一手爛牌都贏到歐聯。啱啱有翻查過，到底2020至2021球季，杜曹帶領車路士贏歐聯嘅時候攞住咩球員咧？攞住艾斯比利古特啦、佐真奴啦、準備要賣走嘅孟治啦、未勁嘅卡仔啦，即係夏維斯或者哈弗斯啊，未長高嗰個啦，跟住泰亞高斯華啦、括弧老，跟住同埋呢個德國跑車天姆雲拿、括弧英超 flop。咁但係佢攞住呢手爛牌，即係唔係真係好渣，但係絕對同歐聯冠軍4字扯唔上關係嘅。佢用呢扎咁嘅球員係贏到曼城攞到歐聯。所以佢 CV 係勁嘅，佢係可以揸住一手唔係咁好嘅牌贏到冠軍嘅。佢攞住一隊 underdog 嘅球隊都可以攞到球會上啦最高嘅成就歐聯嘅。咁但係個問題嚟啦，杜曹係德國人嚟喎。咁而家你就會覺得係咩問題啊？香港嗰隊唔可以叫國家隊，香港嗰隊足球隊啊都係有韓國人教過啊，有白人教過咁樣啦。咁有咩問題咧？咁首先第一樣嘢咧 minor 啲嘅，就係世界盃有個魔咒嘅，近幾屆啦，即係可能近呢20-30年啦，能夠贏到世界盃嘅球隊咧，都係本土教練教嘅，唔知係魔咒定咩啦。但係更重要嘅部分就係杜曹係德國人呢個身份。英格蘭同德國咧係有個好強嘅 football rivalry 嘅。雖然我覺得呢一個 rivalry 少少係英格蘭一廂情願。點解咁講咧？即英格蘭可能最貼身嘅 rival 都仲係另外嗰3隊英國嘅隊同埋愛爾蘭啦。咁但係愛爾蘭、蘇格蘭呢啲係好弱嘅球隊，跟住北愛同威爾斯甚至不入流，尤其是巴爾退休之後，咁所以冇乜火花，同埋都好少碰到面咧喺大賽。反而咧英格蘭就會視德國為其中一個即係最大嘅 rival 嚟嘅。但德國其實唔係完全係咁睇，即係佢哋會覺得意大利、荷蘭可能係更加重火藥味嘅 rival 啦。咁雖然佢哋都當英格蘭係一個大 rival 嘅，但係冇英格蘭睇得咁重。好一廂情願，英國喺國際上即係同美國又係咩？美國 special relationship 都係阿 Churchill 一廂情願，美國係咁樣。咁點解有呢個 rivalry 咧？其中一個係歷史因素嚟嘅，因為2次嘅世界大戰啦，英國同德國都係企喺2個唔同嘅陣營嘅。跟住有足球方面啦，英格蘭咧唯一一次贏世界盃就係1966年，咁當時決賽就係4-2贏呢個德國嘅，西德嚇。當時嘅德國係分裂嘅，西德4-2。咁但係咧呢個1966年之後咧，德國係咁贏英格蘭嘅，即係包括1970年嘅世界盃係親自踢走咗英格蘭啦。然之後1990年世界盃4強踢走英格蘭啦，1996年歐國盃4強喺溫布萊球場英格蘭嘅主場 Wembley Stadium 踢走英格蘭。有記性或者起碼有專心聽嘅人，去呢度就會發現，90年世界盃、96年歐國盃，咪就係啱啱話12碼淘汰嗰2屆咯。冇錯啦，呢2屆係德國做嘅，係我做嘅。咁當然啦，最後一個 factor 就係 media 炒作啦，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咩 rivalry 啊，都係嗜血嘅媒體需要而炒作嘅啫。咁所以咧，英格蘭同德國咧真係有個好強嘅 rivalry 喺度嘅。
甚至有一首歌咧，你可以 search 下 YouTube，就叫 Two World Wars and One World Cup 嘅，即係佢咩 Two World Wars and One World Cup England all the way 咁樣啦。個節奏應該唔啱嘅，but like 係會咁樣串嘅嚇。至於關於呢個 chanting 嘅文化咧，大家可以聽翻第5集定第6集《祝英台》啦。咁所以個尷尬位就嚟啦，到處係德國人嚟嘅喎。無論喺政治上定係足球上都有 rivalry 嘅時候，係好奇怪。當然政治上呢個有啲劇啦，應該話歷史上有啲 rivalry 啦，係好尷尬嘅，所以啲人就覺得好奇怪。咁呢一個嘅 challenge 咧，呢個對於杜曹嘅質疑咧，去到佢公佈世界盃佢揀人嘅名單嘅時候咧，係雪上加霜嘅。佢嘅人選真係好令人費解嘅，好多大名嘅球員咧係冇入選嘅。包括高爾彭馬 Cole Palmer 即係車路士嘅球員啦。最尷尬嘅係其實 Nike 咧，佢哋有個世界盃嘅 campaign 啦，揾咗唔同國家嘅球員啦。英格蘭 Nike 世界盃 campaign 係完全圍繞住彭馬一個人嘅，即係佢哋燒錢拍咗一個好勁嘅廣告，得一個英格蘭球員就係彭馬。當時係唔知佢會落選嘅，但係佢就係落選咗。然之後仲有其他大名嘅，即係包括科頓啦、曼城嘅科頓、皇家馬德里嘅亞歷山大阿奴啦、水晶宮嘅和頓啦、搬茅嘅 Alex Scott 啦，同埋森林 Gibbs White 呢啲全部都係偏大名，即係冇帕馬同科頓咁大名，但係後邊嗰啲都係有名氣喺英超打得好嘅球員，但係佢全部唔帶都算啊。好啦，彭馬今季真係科頓呢2-3季都係唔知踢緊乜嘅咁樣，但係唔帶麥佳亞咧嗱，事先聲明。如果冇聽過前面嗰啲，唔知我係咩球迷嘅話，我係曼狗嚟嘅，我係曼聯嘅球迷嚟嘅。但係咧，我依然覺得麥佳亞係應該要帶過去嘅，唔係偏心，因為佢係一個穩陣，甚至係英格蘭最穩陣嘅中堅。係今年佢傷，係佢係一個大嚿，然之後比較慢嘅球員，即係可能轉身啊，即係個 agility 低啲。但係佢係一個好成熟、好硬淨嘅中堅嚟嘅。佢唔帶麥佳亞已經柒㗎啦，佢帶莊士東啊仲柒，即係啱啱我講過已經踢咗一輪啊嘛。屌你輸 Croatia 2球，即係當然最後4-2贏咗 Croatia 啦，但係佢哋失咗2球。莊士東係有責任。John Stone 呢個人係今季傷多過踢，佢英超出場我唔知夠唔夠10次，應該未有。咩大 John Stone，跟住之後有個閘位傷咗，利華文圖傷咗，佢補選又唔補個閘位，補個中堅。但係都係唔保麥佳亞，即係如果冇睇足球，你幻想下你中學你好想做班長咁樣，跟住你交齊晒功課，然之後你啲功課咧都好認真做，好高分嘅。跟住咧，但係有另一個同學咧，佢咧唔交齊功課啦，然之後啲功課唔係特別高分啦，但係個老師就係揀咗佢做班長。呢個就係一個小學雞嘅 comparison，你要解釋俾大家聽到底發生咩事。所以咧真係好難提起熱情啊！即係難得我終於喺英國住咗3年啦，對呢個地方起碼有翻丁多少少感情啦。即係2024年歐國杯嘅時候咧，我係冇特別中意英格蘭，我喺度住咗唔夠1年咁，我係冇感情嘅。終於啊，我住咗3年，有啲多感情，想叫做支持英格蘭 ，Come on England 咁樣，竟然啊，因為杜曹嘅人選啊，一盆冷水潑埋嚟啊！係有少少灰嘅，咁樣鳩揀人啊，跟住又係德國人。咁但係咧，啱啱都講英格蘭係4-2贏咗克羅地亞嘅，咁而佢哋踢得幾爽嘅，即係個打法真係 as I've said，breath of fresh air from Southgate。雖然防守真係差，但係嗰場我睇晒全場直播，又好似有少少回心轉意喎。雖然我買咗大角，然之後最後60分鐘定50分鐘9隻角之後冰咗，然之後輸錢，but still like 我好似有少少回心轉意啊，可能可以支持下英格蘭咯今屆。咁所以就係咁咯。咁啊，下場英格蘭唔知23定24號，好想講波啊，好撚跳啊到最後，因為咧份稿完咗啦，跟住或者就可以跳。好想講波啊，睇有冇機會可以講波啊。因為我有個中同喺度講波，然之後我覺得好似好好玩咁，我好想跟佢講波。接住嚟睇下香港嘅天氣啊，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，早上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最低氣溫咧約29度啊！屌啊！日間部分時間咧有陽光及酷熱，最高氣溫咧約33度，
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啊。英國尋日28度已經想死啊！香港最低都係得29度。大家記得帶水，無論喺香港定英國，記得帶水出街。好啦，就係咁啦。今集嘅 energy 係真係有啲低嘅，有 physical 嘅障礙啊，把聲係真係有啲問題㗎嘛。咁啊，多謝你啦！如果你聽到呢度嘅話，咁啊，你都可以 share 俾你朋友啦。如果佢瞓唔着嘅話，我諗今集嘅聲係有少少催眠級數嘅。然後報天氣唔同咗，因為個 feedback 其中一個就係話啊，你報天氣其實有啲怪，我都覺得係嘅，因為第一集報天氣都仲有人話，冇諗過你突然間報天氣係幾搞笑啊！咁但係做到第11集，大家都知我咩套路嘅時候，好似係奇奇怪怪咁樣。咁我諗緊，我又好想繼續報天氣，我唔想直接咁樣音樂跟住完咁樣。我諗下點做啊？我諗下點做會有趣啲。就係咁啦，我把聲到極限啦。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。下個星期我希望真係可以請到嘉賓，我唔想再一個人做啦。原本今集咧我唔係一個人做嘅，但係夾唔到期啊。咁啊，下集希望有嘉賓啦，亦都希望之後可以去廣播啦。即係今日應該係我完成學業嘅第31、2日咁樣啦。我真係無聊到咩都做得出㗎啦。就係咁。咁我哋下星期見，我睇下會唔會剪 reels 呢個禮拜，睇下會唔會講波啦，睇下會唔會，哇好多空頭支票啊！就係咁睇波啦，Come on England！